母娘娘也亲生王勇的子女长勉强答应，这是娘娘的脾气，来历丰盈，实实瑞生，把罗大生呢，离后宅们赋予一个偏地了。现在辰光没挨着，你想对得登做辉煌，当中皇帝皇位手下两旁边公务他给来得了叫再再细细，内当中的孙俪潘金人来得了是毕恭毕敬。皇帝这面孔是撇撇白，不走来么顶来是娘娘的浪口。对你妈妈这个有啥身位呢？啊，等待侬犯人喊上来呢门里，搿张妹妹子也是那些啊。倘若你为大讲自家用不上第二句闲话推出去，啥？母娘娘是胸有神作，来的是今在圣王用自家，也让那皇帝亲信是真。通过这桩事体，也哈哈且匆匆的皇帝，让你可以男子轻杀轻杀。今朝再节日大约是送礼，这样一只还到皇宫里发生啥个事体？旁边的和尚子潘金城一打听，方是晓得，一定要登门闯下大祸，不出自家手里。搿点登门实在是自家最欢喜的学生子王勇所下。哎呀，看上去今朝事体太异，搿么呢，凭自家的老命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报上一报。他给王朗喊一声：“啥？万岁有旨，把人犯押上殿来嘛！走走，好了，清查查。孙大云仪不理解呢，心情深重是太不安。想不到我一点都没唱上岸头一个后，看上去织女长这个人，心底还只水多多了，根本不像先生新郎相说是要是一位玉大明君。看上去今朝我凶多吉少。唉，事体到这个地步，随便吧。上来两个侍卫猛整的几家郎相，一打么黑一声。皇上皇后在上，还不快跪下！是，我擦啦！哦哟，娘娘一口不得了，阿上来这个犯人闻声隐居，来，啥？将他的隐居使去。上，追过来里头吹一吹他，忙真不必，擦啦！呼哟，下跪者，心生名岁。这名姓王名勇，哪里生事？浙东浦江。浙东浦江，王勇。哎呀，这个名字少口。我听宋礼了那皇帝们的提起些个个问。浙东浦江王勇是。那么你可非是大约是宋礼的门生么？别，说只要一顿。师兄再三交代个，万一进攻随身，千万不能够暴露得先生师兄这个一人关系，杀体只怕要千里里多。咁呢，少让我撇清。咁么王勇啊，你想一想了再说呢？哎呀，平常一片小心海关的许多人讲，但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小民并不是恩师大人的门生呐。啊，这非门生，何来恩师你？斗明智，也是的。我不是你学生子，哪叫你恩师都不认个呢？别活了，本人要叫我许多对，我实在有点到头到那个哇。这个读书人家看上去10句话分好坏的嘞，对不出来对潘金神口。哎，万一你都是师兄啊，你哪才晓得个这话？潘金人是这个，你咋斗名到头呀？说得怪叫你反讲，你哪会不当事者的呢？唉，不过今朝东家门门的让门王勇，今朝生日让生我潘金人啊，这个他自家的心跳过不定。娘娘做你的，你实力就是宋礼的学生子，那么宋礼的让皇帝门前叫人，是你才华人更深。所以侬来听得今日里下来，确实王家富饶三真。
那么你哪会得一代精神的下来，谁是要是俺样子一直登美呢？白玉里个代理啊，王勇是，想你既是大有士的门生，又要一世登美，谁有本？嘿，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对你上家一点点看法侪没，因为说你要以牛三要看灯碰上一个大山头，拿出一双大脚鞋子，讲出一番闲话，我听之许许多多的闲话，引起之一连串的想法，所以我随手想这样几句呢，我想试透皇帝，那是心水毒呀，并非戏肉。哦，明白子，但后死了啦，阿子身啦，根子了瓦子身啦，拿我说了掐位子了。哎，王勇，是你可气想，谁是你这样的心水毒呀？吃里累了丰收的书生呐！是啊，正因为这个，各位是要命主动起来对哎呀！哈，是你吹东西来对哎呀，听口几口别人娘娘不相信我是来对殴的，可是要说说清爽。小姐，对殴是谁？但是捉拿归殴，两人破财，都动叫不动啊！对殴是谁？顶多得落马口水说，捉拿归殴也西山开啥的一个样，这个太背不起，你得法律吃得妥妥说。哎呀呀，娘娘千岁！我是了点点头，龙堂口的130刻在里。再浪想起来，我想打听一下昨日的情况，不晓得口前许许多多读书人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我一打听，方是晓得一条灯美闯下大红，可是不能够为之我千里上上许多富国的人，故而我主动起来对，哎，对不出来对潘金神口口嘛，哎，我听你说的没明白。你是非子巨女很好之类，努力做哪归恶个哇？潘金人只觉得脑子里想嗡个一来，原本我想了皇帝皇后们是表表自家功劳的，不可将财帛里讲臭呀！哎呀，看上去真正是有得口的了。对潘金人眼睛对对，王勇是你追东西来对哎，难道你谁不怕哀家将你？开对么？娘娘千岁，东北大户与我而起，开对喜值得开对呀！哎，想律师上气推升，后皇你这一家书生，这个我们也非是后皇人，那个为我叫好事，不叫恶。但是一个人我都要真正怕怕。不能够为自家的身人而千里扶狗的人，我于心后人，于理不容。这样不累的扶狗，我虽是死也该死。哈！母娘娘这个一声哈，是从心底里想发出来的称赞。这个读书人高手，真是服死。而且听你的闲话当中听得出，真让宋理大约是苏讲。有口才，有分才，外加有道才，跟你大名上，不知谁是也难是个样子的人才嘛。身气凌世。
是心水个头呀是奔风。善意实意，他是你真正是这个样子的人，我不能欣赏道家话语，这个有啥个关系？这些眼睛是与人肯为你大明而出力，这个才是上帝之恩，大明之福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睡在皇帝家，皇帝啊，这个人不能杀个，非但不能杀，我为娘里做过，根本不来事。杀鸡们，你看现在这个皇帝呢，这张面孔贴贴白，连这个一口气还分冰冷。虽说他是怒冲冲，是气内病，病也当上来杀许神神，呵呵，我就是亲勇。谁是我刚刚想喊个圣驾？通过圣驾，可以对这个读书人进一步的勘察，同时让边浪向的人啊变异变异，再也就触动那皇帝。对，所以母娘娘想在给他们合拢三位之间之地。啊，王勇是想你实话做事，实说太守，一家生死在山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熟悉的那次灯谜，这谜底究竟是什么？这么背对小小的呀，我当面哪识得出口呢？这个皇帝觉得奇怪，对娘娘妈妈还能哪张的啊？还是骂那个闲话，还归在你讲一遍啊？搿不人讲好处子也不听三遍呀？
你啥个路的？娘娘预计不带皇帝看顶来这个王勇，王勇是。一家三分离呀！哎呀，我哪讲你？你提啥么子？独家王勇，这个4个字我还讲的。该走上没石头呀，当面说出来，把门口子绑出去，1刀2头杀。干嘛也不讲？哎，我想过想来过来，还是讲不够讲啊？讲！哎呀，完了，喉咙3杯想嗨，可是也用不上。说本这谜底乃是他就完了。是，皇帝面孔喷上门一个，中档之内有哪个想不到呢？一口声音，而且呢，今日当时我皇帝的面，当时这样许多人的面敢讲出来，独家王位4个字，那真正对大包天呀！后谋上来也想讲一声，推出我们立这份再不能讲子，娘娘请先出口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你搜悉这4个字，可非谁是谁？我么？哦，这是要开娘娘亲手的这一双脚。怎样？究竟是他为是小大胆？是。皇帝后啊，对你妈妈，你当我讲个呢？好刁啊！你让讲啥？是母呢，不是母呢？也看看你娘娘自家的上家，意思没清啥？娘娘你看，你倘若是独家的，我分讲出；你倘若是小家的，那么我分让审你。哎呀，你的边边正正，其余里拔不出啊你！后谋上来也有想发作。娘娘眼睛吃水，让皇帝的水杯上下一打。因是皇帝啊，你别好娘，今朝个读书人的性命总归来手一下。申请上至于再努力帮出去啥，会来得及了呀。儿子今朝刚还与我来审，你别猜心噻。话也对关，今朝刚还内审内主公，我今朝配过啊。眼睛落后看一看对你妈妈，内审，那么今朝看内审，我死手也审。好，大主王嘿是，那么王勇手下这个4个字。对不对？我这个一上家，究竟是头是小，看上去今在其他办法是弄不清爽，也弄清爽这桩事体，这还来审一审我这个一上家子。好，那么今天一家谁来审一审这一双脚？沈家，嘿，沈家。我希望我的沈家的辰光，你都要过10几天共同对人。好得了，非得要沈家，为你举手发言发表意见呀，跟你哪个呢？皇帝也这个了，也知道你很荒唐。哎，废水，你别急，你看我沈家的辰光，以大欺小，以小欺大，那大小之中啊，谁能带出真正？你要让发后年呢？大小当中带真经啊！我只听见别人讲书里带经，啥叫哪还带经啊？你非等我还算3过经？娘娘是雄于神族，说神一定要神。是的，给他，我全国3山一地，露出一双天手独家。家老乡为这孩子20儿子，从小的打得来这个一双水花花子，众位爱卿，你们看呀！王勇他写的是对是差，一家这一双足，究竟是大是小？哎呦，谁不开口？那么我来点名。佩卿，平常你才乃是能言善辩，那么今天请你谁来讲？错得个美头呀！第一个是能让我的，不人讲毛采取中队长们适宜个呀，开队的是唔起个呀，害我难讲。我摆过去个娘娘，你上家等我，等得摇花花，我唔不王用个地对了。那么倘若摆过去讲娘娘，你上家写个写得一枚枚一滴滴一些些，
这个媳妇是我潘金人的高人之处。这个娘娘千岁，潘爱卿，那爱卿等你的为娃，你是，这个微臣那个不用害怕，你开当什么谁讲什么。是，我演的是实事求是，恨是容许做客。是，微臣知道。到底潘金人两张眼睛多了2周了，嘿，你的已经注定，他主公的后头是少脚。一到身体最近2步，眼睛一路盯了是娘娘的双脚，让人看，李夫人看，三个心上鼓动，口子一些，对妹妹就抬起来。微臣启奏娘娘千岁。照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嘴上分脚，怎样啊？一个字，好，好。哎呦，于大里讲，我吹个内地，你回答我，不回答我头，还不回答我心，回答我一个字，汉，汉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娘娘千岁。你这双脚是好的不能再好啊！你这双脚，这个好是好的嘞，是没得话说啊！娘娘千岁，娘娘呢？一双凤脚在崖上，四海之内浮生长，有望哈金箍枪。庸庸无归真强，公孙子不让不多不多不少不苦不哈不胖不瘦，最比天下没去战。娘娘千岁，哎呀呀，照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双分脚真是天地之间，选不出这个第二双呐！对待起来对皇帝妈妈，因着皇帝啊，弄个2句话，还有士兵啊！听得个娘娘不得空下走起，来了浪些。皇帝的好了浪些，不过是口舌。对不起来对皇帝口皇帝呀！哪那种谋议之话，这个虽是来得意冲神的表演，你开心着哇？能以手笔，语话语调不明玲珑，相对之操！没很，我今这个目的，谁是要让你口听上一个人？母娘娘的目光，别别，送礼来了，一口不灵，心上红着。哎呀，真这个后头叫我哪讲法子呢？啥个？一转年头，36计最为上得，何时让我出送？老大人，您这时候上哪儿去呀？哦，告他个睡。哟，哎，看来您得憋一会儿了。憋。娘娘千岁得问你话呢。是啊，大有事，请你来讲吧。这奴婢也要听听你老大人的高见呐。阴阳怪气，这不是个么事。办不脱是吧？办不脱这讲跟哪讲法子呢？这个讲不出么，让我来唱他2声子我。我也不不服龙，
也那么吃的心里别别是狗吃。娘娘她不胜王用心神足，也定后路为日娘，将我许后对大家当山，这叫个哪讲法子呀？石头哦，没这个地带量。说是呀，我难说得出口呢。这，预料啊，娘娘啊，老臣是你们俩，老许了，来一婚花芙蓉了，这欲望把茫茫，金不一头早岂能还之哈啦哎呀，娘娘，老臣哦，你买了老许了老一婚花，看不清了嘛。皇帝想哪张的？来了，你一定不是眼光，这都光接下来是偷偷不得引进据的。今朝你啥个路的？今朝头，来你吃单子。呼哟！皇帝呀，俺是恁阿哥上你比个啥？你哪会得比？因为是恁先比。这个几年来，恁比得了是忠义儿举荐实非，阿谀奉承恁他全部站在谁手？而且那个一批得意的冲人，一进来拉攻击来了，十里光，十里暗，十里依然马来啦哒。所以逼得个大钥匙，就真爱我不敢讲，该爱我与不有事。皇帝呀，你这还长讲长眼长红头啊！哦，有这样内容，这不比个他给领不清。万岁爷，你看这个老宋脸是不是越会儿越精了？皇令，轮到你了。是啊，老许又想听听公公的高级啊，有时靠弄个咋会得快？这个娘娘强嘴，奴婢怕说不好。哎，家早睡相公，你看到什么谁讲什么？真的？好，那既然如此，奴婢就大胆。奴婢我就豁出去了，奴婢我就实话实说了吧。照奴婢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上分脚。怎样啊？小，小，当真当真小，果然小，小，还是小的奴婢都看不到了。那个眼睛有毛病的，看来是想比他好玩。那是啊，奴婢打小就听我爷爷听我爹说过呢。他们说女人好不好，不看脸面，先看脚，脚小人就好，人好脚就小，那个脚就小。你来个子，我操，为你夸背了呀！哦哟，娘娘千岁，奴婢说的可都是真的呀。娘娘千岁呐，你与上君里太了点娘娘你这辈遇佛家，这心遇佛啊，恰是那3月淡花
身体上可以披肤，咱心里能够结疤，尽管后来是花容娘，有往事一历日小妹娘娘呢，最一步来也三呀，娘奴平定三公仙女了老云里。娘娘千岁，人家都说这女人们是三寸金莲，可照奴婢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双凤脚也不过是那个什么2寸多一点点啊！听得个母娘娘啊，不是么哈哈大笑，听得个织女长连连对呀，听得个潘金神嗤之以鼻，听得个兄弟来了实是后妈妈，听得个王勇忘记他自家吃惊，扬声大笑，哎！王勇，你笑什么？是啊，我想大明家的王宫之中，想不到已出了指鹿为马之事。大胆！古人讲，是是非非谓之知，非是是非谓之女。所以说讲是，所以是非，所以是非。这样做事体讲闲话叫聪明，难道事实人讲非，拿非实人讲是？这样讲闲话办事体叫愚昧。我们夺得圣意之书，当真圣意之道，理当是是非非，而不应非是是非。哇！一家为之想，是是非非乃立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后国之牛。王勇，是你既然想此大理，那么今天你的当说非谁，当说大家之命，与我将功请从。像一家这一双足，举君四大，是小啊！说个娘娘千岁的这一双足，乃是大活龙山人不响，却是十地雨声，好比晴空啪啦啦一个霹雳打了所有人头浪向。皇帝这面孔是不像的，王勇，你好大胆！王勇毫无惊慌之色。废岁，娘娘千岁已到，是是非非乃十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后国之牛。小民岂能背道而驰？既然是是非非而不牛，非是是非与此结背，小虽是小，大虽是大。没好。我自狗子这对劲硬要那种人，我得打你份棒上个怎么的呀？不过皇帝追你的那王勇够了，我皇帝们你讲谁讲一废话？哼，我服听呢。娘娘为义不够，为在后廊下才提一所语。王勇是想你乃是一将书生，你说话做事毫不介意，难道你虽不怕一家将你粉碎吗？娘娘千岁。正因为我是一家书生，夺圣意之书，应当通达明理。我是讲讲法，小而易之，为的是实话实说，日新风味；大而易之，为的乃是大明江山水。江下去，娘娘千岁。是非非，大分章。
脚跟在挥手都响。想我是为谁在为让他一女抽插旁把光，本则是脚小脚大女小事，时而是非是是非理不当虚。一扎雄狗是为红国家的帮，向他们击打一下敌军，只下一道红心。上说如此风人，此事长君子有见人长，可不必到路上。当想当年是王生心定了，上高手就太猖狂，他知了为嘛在绕荡，心儿是是非，不必是太慌。当我打回来，只因公司么会很实，得名心上一对。方这真是谁出知否当口急，我们回来人牢牢记胸，当想我是身体一沉，一几句为子民和不是非长那怕得罪民，红举心里伤，我知我不义我不仁，一头为愧称心伤。说是皇帝犯的是光傲症，不能王打一废我一讲了，三个一天送的个呀，皇帝吃子我去一声后，一吃了为之一阵么非如心哦，欲对手不知动量。皇帝呀，你这样子手无实事，不是为自家，而是为你整个大明江山受罪呀！告诉呀，我不晓得的，这样有可能比我胃口人家子身家，是我没让子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呀。你总算明白着。王哟，小明才，你口之小，寡人为将你随后出战。既然来到这样子搞生死置之动啊，天平粉碎发落。好，明日寡人将你真的奉我好。格来想不到，非得不分散啊，可为要真的奉官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么王勇的人会等眼瞪瞪呀。王爷可么实在是个许多的冤枉，那会眼瞪瞪呢？哎，王勇是想废水谁知水为啥个？非得不知那个谁，为要为其送神，你为不快快开在身上？是，小民开在废水，大恩大德，是娘娘大神大爷。王勇是大，你总放不了一个大字。哎呀，这你再要讲大，寡人要将你对镜大海，为大。废水，你讲大了。你要讲肚子话，大
大，我偏讲大，我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，唯有靠你大举王后来家大内的。总批到此结束。谢谢大哥。亚谁分你呀？哎呀，我哪讲你？你第啥么子？独家王语，这个4个字我还讲的。该字上没石头呀，当面说出来，把门口子放出去，1刀2头杀。干嘛也不讲？哎，我想过想来过来，还是讲不够讲啊？讲！哎呀，完了，喉咙3杯想嗨，可是也用不上。说本这谜底乃是大就王后，是。皇帝面孔喷上门一个，中档之内有哪个想不到呢？一口声音，而且呢，今日当时我皇帝的面，当时这样许多人的面敢讲出来，独家王后4个字，那真正胆大包天呀！后谋上来，又想讲一声，推出个门，立这份在不能讲子，娘娘仔细出口。好，大主王后是。那么你松西这4个字，空非谁是谁？我哦，这是要看娘娘亲手的这一双脚。真呀！究竟是他为是小大胆？是。皇帝后啊，对你妈妈，你当我讲个呢？好丢啊！你啷讲啥？啊是母呢，不是母呢？也看看你娘娘自家的上脚。意思没清爽，娘娘你看，你倘若是独家的，我分讲错；你倘若是小家的，那么我分让生你。哎呀，你的边边正正，其余里不出啊你。后谋上来也有想发作。娘娘有进吃水，让皇帝的水杯上下一打。因是皇帝啊，你别好娘，今朝个读书人的性命，总归来受一下。申请上至于再努力帮出去啥，会来得及了呀。儿子今在刚还与我来生，你别猜心噻。话也对关，今朝刚好男生男主公，我今朝配过啊。眼睛落后看一看对你妈妈，男生，那么今朝看男生，我死手也生。好，大主王后是。那么王用手下那个4个字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一上家，究竟是头是小，看上去今在其他办法是弄不清爽，也弄清爽这桩事体，这还来审一审我这个一上家子。好，那么今天讲，谁来审一审这一双脚？沈家，嘿，沈家。我希望我来沈家的辰光，你都要各司其体，共同对人。好得了，非得要沈家，为了你据岁发言发表意见呀，跟你哪个呢？皇帝也这个了，也自动你很慌的。哎，废水，你别急，你看我沈家的辰光，以大欺小，以小欺大，那大小之中啊，谁能带出真正？你要让发后人呢？大小当中带真经啊！我只听见别人讲疏离带经，啥叫哪还带经噶？你非等我还算三过经？娘娘是雄于神族，杀生一定要生。时代改大，我全国三山一地，露出这一双天手独家。家老想为这孩子20儿子，从小的打得来这个一双水花花子，非但不能杀，我为娘儿做过。根本不来事，傻鸡们！你看现在这个皇帝呢，这张面孔贴贴白，连这个一口气还分冰冷。虽说他是怒冲冲，日气内冰，冰地当上来杀虚神神，我啊就是秦勇。
今日里封口内后雷声脚，一看一看那大钥匙，试一试那破风烟，听一听万用手，对得最后缘，也这个红花立刻比分。谁是我刚刚想喊个圣驾，通过圣驾可以对这个读书人进一步的考察，同时让边浪向的人啊变异变异，再也就触动那皇帝。对，所以母娘娘想在给他们合拢三位几家之地。啊，王勇是想你实话做事，实说太守，一家生死在山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熟悉的那只灯谜，这谜底究竟是什么？这个嘛，背对小小的呀，我当面哪识得出口呢？这个皇帝觉得奇怪，对娘娘妈妈那哪张的啊？俺是摸那个闲话，还怪在里讲一遍啊，跟别人讲好处咋不听三遍呀？你烧个炉的？娘娘预计不对皇帝口顶来这个王勇，王勇是一起呐啊！这非门生，好来恩赐你。斗明智，也是一个。我不是你学生子哪叫你恩赐的人个呢？别花了本人要叫我使到对，我实在有点到头的那个哇。这个读书人家看上去10句话分学会的嘞，对不出来对普京神口。哎，万一你都是师弟兄啊，你老早晓得个这话。潘金人是这个，你咋斗名到头呀？说得怪叫你反讲，你哪会不当事招的呢？唉，不过今朝东家门门的让门王勇，今朝生日让生我潘金人啊，这个他自家的心跳过不定。娘娘做你的。你实力就是送礼的学生子，那么送礼了让皇帝门前叫人，是你才华人更实，所以侬来清代精神里下来，确实皇家富饶三真。那么你哪会得一代精神里下来，谁想什么样子一直登美呢？背于这个道理啊，王勇是像你既是大有士的门生。又也一岁登美，谁有本？嘿！哎呀，娘才说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对你上家滴看法才明白，因为说你要连牛三要看灯碰上一个大山头，拿出一双大脚鞋子，讲起一番闲话，我听至许多的闲话，引起自一连串的想法，所以我随手想这样几句呢。我想试透皇帝，那是心水毒呀，并非戏肉。哦，明白着。但后世了让阿子身啦，根子了皇帝身啦，侬我说了前头子了。哎，王勇，是你可气想，谁是你这样的心水毒呀？吃里瑞了佛手的书生呐？是啊，正因为这个。各位是要命主动起来，对，哎
呀！哈，是你吹东西来对呀，听口几口别人娘娘不相信我是来对殴的。可是要说说清爽。小姐，对殴是谁？但是捉拿怪殴，两人破财，都动将不动啊！对殴是谁？顶多得落马口水说，捉拿怪殴也西山开啥的一个样，这个太背不起呀！你得法力吃得妥妥说。哎呀呀，娘娘催说。我是了点点头，龙大口的一杯水也卡在里。再朗想起来，我想打听一下昨日的情况，不晓得口气许许多多读书人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我一打听，方是晓得，一条灯眉闯下大祸。可是不能够为之我千里上许多富国的人，故而我主动前来对，对不出来对普京人口口嘛，我听你说的没明白。乃是非子军人很好之类，努力捉拿归恶个哇！普京人只觉得脑子里想嗡个一来，原本我想了皇帝皇后们是表表自家功劳的，不可将谁不里讲臭呀！哎，看上去真正是有得口的了。对普京人眼睛对对，王勇是你追东西来对难道你谁不怕哀家将你？开对么？娘娘催说，东北大户与我而起，开对里值得开对呀！想律师上气推身，后皇你这一家是甚？对个，我们也非是后皇人，那个为我叫好事，不叫恶。但是一个人我都要真正怕怕。不能够为自家的身人而千里扶狗的人，我于心后人于理不容，这也不累着扶狗，我虽是死也该死。哈，母娘娘这个一声哈，是从心底里想发出来的称赞。这个读书人高手，真是服死。而且听你的闲话当中听得出，真让宋礼大约是苏讲。有口才，有分才，外加有道才，跟你大名上，不知谁是也难是个样子的人才嘛。身气凌世。
你说，你是要道家话有4个字，这不都是心水都要。我但希望你是与狗而发，善意实意。他是你真正是这样样子的人，我不能欣赏道家话语，这个也有啥个关系？这些要紧是与人肯为你大明而出力，这个才是上帝之恩，大明之福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睡在瓦地讲，瓦地啊，这个人不能啥个。母娘娘也亲生王勇的子女长勉强答应，这是娘娘的脾气，来历丰盈，失身锐身。把罗大生呢，离后宅们赋予一个偏地了。现在辰光没挨着，你想对得登做辉煌，当中皇帝皇位手下两旁边公务他给来得了叫再再细细，内当中的孙俪潘金人来得了是毕恭毕敬。皇帝这面孔是撇撇白，不出来嘛，定然是娘娘的浪口。对你妈妈这个有啥身位呢？啊，等待侬反应喊上来呢，门里搿张妹妹子也是那些啊。倘若你为大讲自家用不上第2句闲话推出去，啥？母娘娘是雄于神作，来的是今在圣王用自家，也让那皇帝亲信是真。通过这桩事体，也哈哈且匆匆那皇帝，让你可以男子轻杀轻杀。今朝再节日大约是送礼，这样一只还到皇宫里发起啥个事体？旁边的和尚子潘金人一打听，方是晓得，一定要等妹闯下大祸，不出自家手里。搿点等妹实在是自家最欢喜个学生子王勇所想。哎呀，看上去真叫事体太。搿么呢？凭自家的劳命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报上一报。他给王朗喊一声：“啥？万岁有旨，把人犯押上殿来啦！走走，哗啦啦啦啦啦，清查查啦！孙大云仪不理解呢，心情神容是太不爱。想不到我一点都没唱上岸头一个好，看上去织女长这个人。心底下只水多多啦，根本不像先生新郎相是不是呀？是一位玉大明君，看上去今朝我凶多吉少。唉，事体到这个地步，随便吧。上来2个侍卫猛整理几家郎相，一打么黑一声：“皇上皇后在上，还不快跪下！”是，我擦啦！哦哟！娘娘一口不得脸，阿上来这个犯人闻声隐居，来，啥？将他的隐居释去。上，追过来里头吹一吹他，忙真不必，擦啦！呼哟！下跪者，心生名岁。这名姓王，名勇。哪里生事？这东浦江，这东浦江，王勇。哎呀，这个名字说口，我听宋礼来了皇帝门前提起些个个问。这东浦江，王勇是。那么你可非谁是大有是宋礼的门生么？别，说只要一等，师兄再三交代个，万一进宫随身。千万不能够暴露得先生师兄这个一层关系上去，只怕要千里里多。那么呢，少让我撇清。那么王勇啊，你想一想了再说呢？哎呀，平常一片小心海关的许多人讲，但是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娘娘虽说，小民并不是恩师大人的门生。皇帝面孔喷上人一个，中档之内有哪个想不到呢？一口声音。而且呢，今日当时我皇帝的面，当着这样许多人的面，敢讲出来“大家王位4个字，那真正对大包天呀！后谋上来又想讲一声，推出我们立这份在，不能讲子，娘娘请息出口。好，大主王妃是。那么你搜悉这4个字，可非谁是谁？
这是要看娘娘亲手的这一双脚。怎样？究竟是大为是小？大胆！是，皇帝后啊，对你妈妈，你当我讲个呢？好刁啊！你让讲啥？啊是母内不是母内，也看看你娘娘自家的上脚，意思蛮清爽。娘娘你看，你倘若是大家的，我分讲错；你倘若是小家的，那么我分让生你。哎呀，你的边边正正，气宇里不不错啊你，后谋上来也有想发作。娘娘有进吃水，让皇帝的水杯浪下一打。因说皇帝啊，你别好娘，今朝个读书人的性命总归在你手里下。申请上至于再努力帮出去啥，会来得及了呀。而且今朝刚还与我来生，你别猜心噻。话也对关，今朝刚好内生内主公，我今朝配过啊。眼睛落后看一看对你妈妈，内生，那么今朝看内生，我死手要生。好，大主王嘿是，那么王用所想的4个字。对不对？我这个一上家，究竟是大是小？看上去今在其他办法是农夫清爽，也农清爽这桩事体，这还来审一审我这个一上家子。好，那么今天一家，谁来审一审这一双脚？沈家，嘿，沈家。我希望我的沈家的辰光，你都要各司其职，共同对人。好得了，非得要沈家，为你举水发言发表意见呀，跟你哪个呢？皇帝也这个了，一个自动你好荒唐！哎，废水，你别急，你看我沈家的辰光，以大欺小，以小欺大，那大小之中啊，谁能带出真正？你要让发后日呢？大小当中带真经啊！我是听见别人讲书里带经，啥叫哪还带经噶？你反正我还是三过经。娘娘是雄于神族，杀生一定要生。时代改大，我全国3山一地，露出一双天手大家。家老想为这孩子20儿子，从小的打得来这个一双水花花子，众位爱卿，你们看呀！王用他写的是对是差，一家这一双足，究竟是大是小？哎呦，谁不开口？那么我来点名。佩卿，平常你才乃是能言善辩，那么今天请你谁来讲讲？错得个美头呀！第一个就轮到我的，不人讲毛采取中队长们适宜个呀，开队的唔起个呀，害我难过。我摆过去个娘娘，你上家斗啊，斗得摇花花，我唔不枉用个的对了。那么倘若摆过去讲娘娘，你上家写个写得一枚枚一滴滴一丝丝，这个媳妇是我潘金人的高人之处。这个娘娘千岁，佩卿，那一家在等你的委婉，你是，这个微臣那个不用害怕，你开当什么谁讲什么。是，我演的是实事求是，恨是容许做个。是，微臣知道。到底潘金人2张眼睛多了2周了，嘿，你的已经走的，做工的好头是少少脚，一旦身体最近2步，眼睛一路盯了是娘娘的双脚，让人看，李夫人看，谁个欣赏够懂，口子一些，对妹妹就抬起来。微臣启奏娘娘千岁。早为母娘娘也亲生王勇的子女长勉强答应，这是娘娘的脾气。
来历丰盈，失身瑞生，把罗大生呢，离后者们赋予一个霹雳了。现在辰光没挨着，你想对着登着辉煌，当中皇帝皇位手下，两旁边公务他给来得了叫再再细细，内当中的兄弟潘金人来得了是毕恭毕敬。皇帝咱面孔是撇撇白，不走来么盯了是娘娘的浪口。对你妈妈这个有啥身份呢？啊，等待侬反人喊上来呢门里，搿张妹妹子也是那些啊。倘若你为大讲自家用不上第二句闲话推出去，上母娘娘是兄于神作，来的是今在圣王用自家，爷娘呢皇帝亲信是真。通过这桩事体，也哈哈且匆匆的皇帝，娘呢可以男子轻杀轻杀。今朝再就是大约是兄弟，这个一只还到皇宫里发生啥个事体？办理的我嫂子潘金人一打听，方是晓得，一定要等妹闯下大祸，不出自家手里。搿条等妹实在是自家最欢喜个学生子王勇所下。哎呀，看上去今朝事体太。咁么呢？凭自家的老命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报上一报。他给王朗喊一声：“啥？万岁有旨，把人犯押上殿来啦！走走，好了，清查查，孙大云以不利之内，心情神容是太不安。想不到我一点都没唱上俺头一个好，看上去织女长这个人，心底还只水多多了，根本不像先生新郎相说是呀，是一位玉大明君。看上去今朝我凶多吉少，唉，事体到这个地步，随便吧。上来两个侍卫猛整的几高浪向，一打么黑一声：“皇上皇后在上，还不快跪下！”是，我擦啦！哦哟，娘娘一看不得了，阿上来这个犯人浑身隐居，来，啥？将他的隐居死去。上，追过来里头吹一吹他，忙针不比，擦啦！呼哟，下跪者，心生名岁。小名姓王，名雍，哪里生事？浙东浦江。浙东浦江，王雍。哎呀，这个名字熟口。我听宋礼了那皇帝门前提起些过个问。浙东浦江王雍是。那么你可非是大约是宋礼的门生么？别，说只要一顿。师兄再三交代个，万一进宫随身，千万不能够暴露得先生师兄这个一人关系，杀气只怕要千里里多。咁呢，少让我撇清。咁么王勇啊，你想一想了再说呢？哎呀，平常一片小心，海关的许多人呀，但是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娘娘虽说，小明并不是恩师大人的门生呐。啊，这非门生，何来恩师你？斗明智，也是的。我不是你学生子，哪叫你恩师都不认个呢？别活了本人要叫我许多对，我实在有点到头有多那个哇。这个读书人家看上去十句话分好way的嘞，对不起来对潘金神口。哎，万一你都是师弟兄啊，你哪才晓得个这话？潘金人是这个，你咋斗名到头呀？说得怪着你反光，你哪会不当是这个呢？唉，不过今朝东家门门的让门王勇，今朝生日让生我潘金人啊，这个他自家个心跳过不定。娘娘做你的，你实力就是宋礼的学生子，那么宋礼了让皇帝门前叫人，实在才华人更深。所以侬来清代今日里下来，确实王家富饶三珍。那么你哪会得一代今日里下来，谁是要什么样子一直登美呢？白玉里个道理啊，王勇是
想你既是大御史的门生，又要一岁登门，谁有本？嘿！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对你上家一点点看法侪没，因为说你是胸中梦归来。真是与鬼名能也是神。李生，你是要道家话有4个字，这边都是心水都要。我但希望你是与狗合法，善意实意。他是你真正是这个样子的人，我不能写上道家话语，这个也有啥个关系？再要紧是与你们肯为你大明而出力，这个才是上帝之恩，大明之福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睡在皇帝家，皇帝啊，这个人不能杀个，非但不能杀，我还要让你做官。哦，根本不来事，杀鸡们！你看现在这个皇帝呢，这张面孔铁铁白，连这个一口气还分冰冷。虽说他是怒冲冲，日气内冰，冰也当上来杀虚神神，呵呵，我就是秦勇。就是我刚刚想喊个圣驾，通过圣驾可以对这个读书人进一步的考察，同时让边浪向的人啊变异变异，再也就是触动那皇帝。对，所以母娘娘想到给他们合拢3位几家之地啊，王勇是想你实话做事，实说太守，一家生死在山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手写的那次灯谜，这谜底究竟是什么？这，哎，那么背对是要的呀，我当面哪说得出口呢？这个皇帝觉得奇怪，对娘娘妈妈哎，你哪张的呀？俺是骂那个闲话，外观在里讲一遍呀，搿别人讲好处子也不听3遍呀。哎，你啥个路的？娘娘语气不对皇帝看，顶来这个王勇，
王勇，是。一家才分离呀！哎呀，我哪讲你？你第啥么子？独家王宇，这个四个字我还讲的。该子我上没石头呀，当面说出来，把门口子绑出去，一刀两头杀。干嘛也不讲？哎，我想过想来过来，还是讲不够讲啊？讲！哎呀，完了，喉咙塞北向海，可是也用不上。说本这谜底乃是大壮嘿！是，家里女婿要看灯，绑上一个大山头，拿出一双大夹鞋子，讲起一番闲话。我听子许许多多的闲话，引起子一连串的想法。所以我随手想这样几句呢，我想虚头皇帝，那是心水豆芽，并非戏肉。哦。明白子，但后死了啦，阿子身啦，根子了娃子身啦，侬我说了掐对子了。哎，王勇，是你口气想，谁是你这样的心水豆芽，吃里乱了丰收的书生呐？是啊，正因为这个，各位是要命主动起来对哎呀！哈，是你主动起来对哎。呀，听口气口别人娘娘不相信我是来对殴的，可是要说清爽。下去对殴死水，但是捉拿归殴，两人破财，都动就不动啊。对殴死水，顶多的落毛口水数，捉拿归殴也西山开啥的一个样，这个太背不起，你得法力吃得妥妥说。哎呀，娘娘才水。我是了点点头，龙大口的100岁也卡在里。再浪想起来，我想打听一下昨日的情况，不晓得口气许多读书人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我一打听，方是晓得一条灯眉闯下大祸，可是不能够为自我千里上许多富贵的人，故而我主动起来对，哎，对不出来对潘金神口嘛，哎，我听你说的没明白。乃是非子巨女很好之类，努力捉拿归恶个哇！潘金人只觉得脑子里想嗡个一来，原本我想了皇帝皇后们是表表自家功劳的，不可将嘴巴里讲出呀！哎呀，看上去真正是有得口个嘞。对潘金人眼睛对对，王勇是你主动起来对哎，乃然你谁不怕哀家将你？开对么？娘娘才说，东北大户与我而起，开对戏值得开对呀！哎，想律师上起推升，后皇你这一家书生，对个，我们也非是后皇人，那个为我叫好戏，不叫恶。但是一个人我都要真正怕。不能够为自家的身人而千里扶狗的人，我于心后人，于理不容，这也不累着扶狗，我虽是死也该死。哈！母娘娘这个一声哈，是从心底里想发出来的称赞。这个读书人高手，真是服死。而且听这个闲话当中听得出，真让宋理大约是苏刚。有口才，有分才，外加有道才，跟你大名上，不知谁是也难是个样子的人才嘛。身气凌世。
世事，心水个头呀是奔风。看来你娘娘千岁嘴上分脚，怎样啊？一个字，好，好。哎哟，于大里个，我吹个内地，你回答我，不回答我头，还不回答我心，回答我一个字，汉，汉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娘娘千岁。你这双脚是好的不能再好啊！你这双脚，这个好是好的嘞，是没得话说啊！娘娘千岁，娘娘呢？一双凤脚在崖上，四海之内浮生长，有望哈金箍掐。庸庸无归于真恰，公真是不让不多不多不少不苦不哈不胖不瘦，谁比天下没去战。娘娘千岁，哎呀呀，这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双分脚真是天地之间，选不出这个第二双呐。对待起来对皇帝妈妈，因着皇帝啊，弄个两句话，还有士兵啊。听得个娘娘不得空着下走起，来了浪些。皇帝的好了浪些，不过是口舌。对不起来对皇帝口皇帝呀。那那种满意之话，这个就是那得意冲神的表演，蛮开心的哇！能言善辩，语话有点不明玲珑，相对之差。蛮好，我今这个目的，就是要让那口听上一个人。我娘娘的目光，嘘！别别，送礼来了，一口不灵，心上无人。哎呀，真这个后来叫我哪讲法子呢？啥个？一转年头。36计最为上得，何时让我出送？老大人，您这时候上哪儿去呀？哦，搞他个睡。哟，哎，看来您得憋一会儿了。憋，娘娘千岁得问你话呢。是啊，大有事，请你来讲话。这奴婢也要听听你老大人的高见呐。阴阳怪气，这不是个么事。办不特着啊？办不特么这讲跟哪讲法子呢？这个讲不出来，让我来唱他两三字话。我也不不聋，也那么吃的。心里一辈子够强，娘娘她不胜王荣，心神重，也得是后路为日亮，将我许后对大家当山。这个哪讲法子呀？石头哦，没这个的胆量。说些我哪说得出口呢？这，预料啊！娘娘啊，老臣是
你们俩老许了，来一昏花芙蓉了，叫欲望把茫茫，金不一头早，岂能还之哈啦？哎呀，娘娘，老臣哦，你买了老许了老一昏花，看不清了嘛！皇帝想哪张的？来了，你一定不得眼光，这多了光切下来是偷偷不得引进举的。今朝你啥个路的？进家头，来你吃单子。